五月的戏曲之乡绍兴异彩流云，五月的名人之都绍兴姹紫嫣红，10年之庆置业房产杯江浙沪经典粤剧大展演金锣鸣响，美轮美奂的中国粤剧又在粤剧的故乡飞扬。我们用粤剧唱响岁月的欢乐，用粤剧演绎时代的吉祥。同唱一台戏，让新100年粤剧璀璨夺目；同唱一台戏，让新100年粤剧再铸辉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演唱会是由当今活跃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著名艺术家为我们带来的他们各自经典的粤剧名段。是啊，让我们领略清丽唯美的粤剧独特魅力，欣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粤剧表演。首先，我们将欣赏到的是吴素英的表演。吴素英，国家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吕派花旦。她的扮相灵巧妩媚，唱腔袅袅动人，是文武兼备的粤女。让我们欣赏由吴素英演绎的盛名剧《穆桂英挂帅》。我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剑才金剑落在城。
称。那王人一见其不分，他要与我儿能顾家珍。为杀三儿并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教场把我儿来问，我的儿满弓不是口吐真气。他说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忠保的儿子，燕赵的神。他有个曾祖母说太君，莫怪我本是儿的娘行亲。宋王爷心是他是杨家人，国家才办记着元帅印，说太君为国要尽忠，命我挂帅去平城，我们一不为官，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在我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混一混，谁是治国报朝臣。莫怪因是三岁不老，不听可人不为人，对此君臣把他葬尽。本帅领几千里，只也凡事到两君臣，两字元帅心，何必要私动亲兄弟？听为君命杀仇人，叫你专你心官，不叫你专修理。接下来上场的国家一级演员萧雅，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的尹派传人。她的唱腔婉转柔美，扮相俊俏多姿，为观众所倾倒。他将为各位演绎的是《盘妻洞房》。悄悄进。
国家一级演员，上虞越剧团团长，著名徐派传人；张一，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王文娟传人，王派花旦。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他俩为大家带来的越剧和黄梅戏联袂演唱《梁祝·18相送》。日兄明明是暖子
两个暖子准备烫。一抹红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王一敏和郑权的表演。王一敏，国家一级演员，福建芳华粤剧团著名尹派传人；郑权，福建芳华粤剧团优秀张派青年演员，曾经荣获第2届粤剧节，殊获10佳演员的称号。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他俩为您演绎的《山河恋·送信》。你的心
下来上台的杨婷娜和奚雅琴都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优秀青年演员，曾经在粤女争锋大赛中获得过大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红楼梦·葬花试玉》。反正
上了之罪，原来是这个狠心夺命的。妹妹慢走，我知道你不理我，看见我就避开。今天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从今之后就撩开嘴巴，说吧，说2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啊？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到，抱月子终日江湾空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凭你挑，还怕那丫鬟婆子不知道，我情是张张切切来走了。你茶太熬牡丹雨，你茶开颜我心笑，我你同坐起来同唱在，像一梦所生的情同胞。十指望轻轻捏捏，直到底，中间的我俩情谊比甚好。谁知道妹妹曾把你心一趟，事情是你瞎个眼睛把我瞧，三朝四夕不离我，是宝玉十问落魄不与出你当夜是马也呀，为什么你圆儿鼻子将我跑？你有愁你说也是十一好，为什么为人可是你常备好？你叫我不明不怕我里梦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过秋时的归文，原难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郑曼丽的表演。郑曼丽，国家1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著名的张派传人。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由他为您表演的《江姐》，热血染红满天云。
旁边个河景。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李小旭的表演。李小旭，南京越剧团优秀青年演员，难得的毕派传人，曾经在粤女争锋中获得过大奖。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由他为您表演的《唐伯虎点秋香》。点秋香，敬奉太香玉，点选将儿，请各位姐妹登堂。姐妹们谈笑真仙儿，瞧不见秋香美在桌。四人一道将开店，千亿渺茫我心思乱，哎呀心思乱啊！哎呀，不见秋香，这边是不是好？
团的团长。他曾师承张桂凤攻老生，1994年又师承袁雪峰改攻花旦，是一个多才多艺、戏路特别宽的著名演员。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断肠人》。下面将要上台的陈飞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的傅派传人。他的唱念做打功底扎实，特别是首秀功堪称一绝，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文武兼备的陈飞带给大家的《试嫁衣》。
全保佑真心门楣把功名去。梦想起那只宝玉梦中啊，泛起我心中重重啊头。金玉姻缘他不要，一声声看海妹妹来交流。宝玉爱的是林妹妹，她与太娘心一头，难分难离是娇妻，我怎能得人所爱去强去？唐发勉强成婚配啊，怕只怕免得陈娘心思去，将儿不成要成冤不能想啊，偏要想，越思越想心凉透，不管想啊，偏越想，面临深我本是名门望我已归去，女儿本此怎能得？不曾归去，为母命弃笔，自所门楣被曾许。难测看啊，难测看。
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郑国凤和黎明的表现。郑国凤著名的徐派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她扮相俊美，演唱激越多情，深受观众喜爱。黎明，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的王派传人。他的扮相清丽娇美，唱腔圆润醇厚，表演真切细腻，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凭着不俗的表现，使自己的青春在舞台上焕发光彩。是的，那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他俩为您演绎的《春香传·爱歌》。何不来定过8年之呀？8年之呀？8年之后，你我两人变做什么呢？一边那长安中门安客中，我便来当中啊，当一根当兵，当二根叮咚，谁家这道是当根中，谁知道你我中。
后将要上台为您表演的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吴凤花老师。吴凤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的获得者，同样也是著名范瑞娟老师文武兼备的得意门生。她的舞台形象英俊潇洒，唱腔声情并茂，是位德艺双馨的粤剧领军人。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吴凤花的拿手好戏《双枪陆文龙归宋》。王将军为我断臂藏金银，北京附近解救他。李先生恰是花流马，好转正气放光华。
家。同唱一台戏，乐音芳菲，乐韵闪耀。名家名段演唱会，争艳斗旗，梅花飘香。让我们共同守护着精神家园，让新百年越剧奇葩装扮乐院满园春色。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国越剧明天更美好，中国越剧的精彩永不闭。